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敢有关心美国的大选吗？美国的总统选举剩33天，副总统的辩论敢有大影响？事实上，投票已经在启动，也阁有啥物因素会来大输赢？今仔日咱斗阵来参加这个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童小成，大家好。第二位台北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張國成，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紐約的職業律師方恩格方律師，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咱台灣地科執行委員羅宜中羅老師，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美國總統唯一一場的副總統電視辯論，共和黨的副總統參選人的候選人呢 Vance 對着民主黨的副總統的候選人 Walz。那麼這場辯論呢，無親像前兩場的總統辯論刺激，雙方面呢辯論係用議題來辯論。華盛頓的郵報呢，甚至來學老講，這兩個是一場文明的這個對決，無人身攻擊。咱看到這場辯論哦，我坦白講吼，比前兩場的辯論哦較無聊，但是我有通好較認真，通好來看講，因到底關心的議題是啥物？啊，你若要學英語的人哦，嘛較好學語啊。不過呢，還是要先來請教線頂吼，咱的羅宜中羅委員吼，委員，你看到這個辯論吼，你這一擺，你認為 Vance 較有贏面呢，還是這個 Walz 較有贏面？因為我看這個民調吼，也有講伊贏，也有講伊輸的。羅老師，你安怎看？我是感覺講應該是兩個攏差不多啦，所以講我無認為講什麼人會當真有出現的表現，我認為講倒一個人會贏。但主要一個問題是講吼，因為這屆迄個辯論，甲過去來比吼，尤其是甲這個咱講總統川普總統啊，甲這個賀錦麗這兩個人啊，甲川普進前甲拜登伊的這個辯論來看，所以講大家感覺講這屆辯論為什麼真儕人會互伊真好的一個評價？主要就是講因為大家佇迄個時陣無什麼個人的攻擊，嘛無佇遐烏白亂罵啦，尤其是川普這個所在吼，所以講大家感覺講這是一個較正常的這個討論，嘛有針對這個議題來講。當然，我是感覺講，這應該是美國總統還是副總統辯論吼，將長久以來，照講應該愛是安尼啦。但是過去差不多在4天到迄個8天的時陣，真濟是因為創本身的一個風格吼，所以講變成這款的有這款針對議題來討論的這個部分，變成講較無遐尼佇大家較無看到，所以變成講今仔昨的這個辯論。互真儕人感覺講，哦，這是一個較正常，所以大家較歡喜的一個討論。是講這個對這個辯論內底這個議題，你講外交，還是講內部政策者吼，基本上要有非常深入的這個討論。我是感覺講，迄個時間可能講無法度會當真深入吼來這個來處理，所以基本上就大家家家己的立場講了較清楚。另外就是針對對方的這個講法吼，想要找出伊的這個講法內底的迄個膨脹，來對這個所在來發生攻擊，差不多這是咱看到的這個所在。當然辯論的結果嘛看到，就是講較認同共和黨甲認同民主黨的這個人，伊本身無看到什麼款的這個伊的支持的對象開始有出現轉變。當然，咱嘛看到是講 CNBC 吼，伊內底是感覺講這個 Walz 支持，總共有55%的人較支持 Walz，迄個45%較支持Vance。但是咱嘛攏知影講 CNBC 基本上
尤其是创的支持者，拢会认为讲，CNBC 算讲是较支持民主党，啊对共和党的人算讲较无咧注意，变成讲也是即个会当互 CNBC 去访问到的人，可能民主党支持者的迄个比率更较悬一点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会当来解说为什么讲像讲 CNBC 的结果会安尼嘿。是老师，我第二个问题要甲你请教吼，就是讲，听起来这场辩论看起来拢靠家己人，咱会当安尼来理解吗？就是讲，我民主党的人，我对我民主党的这个群众，我来交换你。反正即摆已经开始投票啊，吼啊，乃至到讲共和党的人，听到 Vance 在讲话，嘛感觉哦，伊讲得真好，啊，对方啦，不管伊讲得好歹，我就听袂入去。所以呢，对这个民调顶头看起来是一摆的这个感觉，咱会当安尼来想吗？我是感觉讲吼，也是讲要算讲要招家己的人来，咱讲巩固家己人甲支持吼，应该是伫顶届创啊甲即个贺锦丽之间的即个辩论，即个方式较明显，尤其是创本身来咧处理吼。伊基本上当然，一般人看讲，创那即个人做代志遮尔粗俗吼，会感觉讲真无法度会当理解。但是也是你看创迄当阵伊所有的动作，拢是要去针对伊进前，要甲即个选举变成讲贺锦丽本身无法度，也是讲创本身较有迄个查甫人即个气概吼，来做即个表现，所以会有迄款的即个作风会出来。啊，当然，咱即马看到这副总统的辩论吼，主要就是讲，因的即个设定的目标，就是针对顶届即个总统辩论，也是讲家己总统可能表现无讲介好的所在，也是讲感觉讲需要去加强的所在，要利用即届副总统的辩论，算讲甲即个咱讲伊的即个缺点吼，爱甲伊补起来。啊，当然是毋是要来说服另外一方即个支持者会当来到咱遮来。我是感觉讲，即届即个副总统辩论应该这毋是主要目标，主要是要甲家己伫即个总统辩论可能伫迄当阵有人咧怀疑，也是讲有问题的部分吼，想要甲即个部分会当甲补足起来。我是感觉讲，这是即届副总统辩论应该是即两个人伫进前要辩论进前。所家己设定一个目标是老师你小等一下吼，咱在场啊3位，小等再来请教你第二轮吼。首先我请议长来讲吼，你第一，你认为这两位倒一个表现较好？第二，对着这整个选情来看，副总统的辩论敢有影响到这个选情的这个程度吗？加减，我是讲是安尼吼。头拄赖教授嘛有讲过吼，你选举的开始的时阵，你爱顾一个基本盘。选到落尾咧，中间选民。美国人讲的是 undecided， 就是讲，阁有差不多10%到15%的人吼，要无决定啦。85%拢决定啊啦，差不多会使安尼讲啦。啊，你决定的，就是讲我要投互你，我要投互伊啦。哦，拢决定啊。敢若中间的差不多15%左右，还未决定。所以讲啊，这两个人啊，甲鹰派的迄个川普甲迄个赖清德，拢有这款的情形。是讲，即马你的政治立场哦，莫遐鲜明。你爱较降低，安尼中间的尽量争取中间的。嘿，这是即马这个才是重点。中间选民哦，也是决定的上重要的因素。为即马来看起来，所以咱咧看是，你感觉是参与党检的成分较，吼，迄都莫讲啊，迄拢莫讲啊。川普鹰派嘛是安尼啊。敢若说一个昆仑树甲个拔起来，伊都袂敢骂这啊，伊拢无啊。所以讲鹰派吼，川普迄辩论吼，人拢讲啊 disaster， 人讲啊，
真惨啊，这真凄惨啊，无效啊啊！即马咧，还无共款哦。即马这是这个 Vance 啊嘿，Vance 我嘛有看，那个辩论我嘛有看，Vance 啊，行云流水，哦，作顺的，伊实在是真够讲真好话。讲话啊！啊，这个 Watts 啊，较，啊都无遐顺啦，哦，这是一个印象啦，啊，这个 Vance 呢，伊拄着迄个敏感的问题啊，嗨，上过，假如讲，譬如讲，川普讲啊，应该也选举，互人淘汰去啊，伊无算，伊无承认伊失败，啊，伊要安怎讲？哦，伊讲什么？以前迄死老人嘛是安尼啊。啊，一个都甲转过来，所以讲伊的辩论的基卡做到的。啊，这个 Watts 呢，敢若一个老好先生底下讲到安尼起卡，都无遐顺啦。内容呢啊，佫有伊有一寡misspoken，就是讲口误啊。佫有一寡口误啦。所以讲。选情啊，就不是选情，所以讲这个辩论进程吼，啊，人的民调讲啊，这我可能会赢，了咧，佮变过来。我就讲，这就是看起来讲，你外口的种，互人感觉安尼，我是讲，Vance 可能有较在即摆有较赢，有较赢一点嘛啦。啊，张老师你安怎看？我看的感想是吼，第一，这个两位吼拢是足够讲话，而且对本身爱面对的问题，拢足了解的政治人物啦。所以咧，这个美国的政治人物会当有这种表现吼，讲实在，咱台湾爱学啦。台湾的政治人物拄到这种的所在吼，假使有这种辩论，会当遐尔清楚的面对对手，面对家己这政策吼，我看吼无遐尔简单啦。这第一点，第二咧，这两位吼拢是即马副总统候选人，但是咧 ，Vance 就是共和党的吼，伊有足大一个部分是为伊家己选举，因为川普选着，会当做4年尔，4年以后，伊个机会就出来啊。但是咧，假使是民主党选赢，安尼，这个沃兹就是即马副总统候选人，至少嘛爱等8年。阁会当选总统，8年以后状况变化太济啊啦，所以这会当安尼看，就是一个人是为着本身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就是本身的头家，本身就是家己的动机较强，所以咧就会当解释头拄啊汤老师讲的，问到川普本身的问题的时阵，Vance 就简单就带过去，无深入。甚至咧都无回答，因为咧伊无需要家己甲川普白较死，因为伊将来家己选，而且川普本身的问题，讲实在美国嘅知识分子媒体其实拢足清楚啦，只不过为着立场、为着选举是毋是强调的这种程度有差别。第三咧就是这边选举因为两位候选人总统候选人民调差足少。差不多近5遍的选举这边是差足少的，所以咧以前的选举副总统的辩论影响无遐大，但是这边因为差太济，太少，所以影响会比以前佫较大。是啊，所以嘛是咱特别开点钟要来讨论的。但是咧，即马选情讲实在，因为发生一件代志，对民主党选情是不利，就是伊朗发动对以色列的攻击。这种攻击、这种战争国际形势以前的经验，其实对执政党不利，拢较不利。然后咧，较关心这种外交问题较侪拢是即马还未决定的人。因为咧，假使对咱地方的政治、地方的政策、地方的发展这种观念较强的人基本上拢决定啊。对地方较无关心的人，较关心个外国的、关心国际这种人较属于所谓 undecided， 就是所谓中间。即马发生这种代志，其实对执政党、民主党是较不利。即马证实过去一部分人认为伊朗、罗西亚这种希望
川普会当当选，安尼对因较有利，所以咧，伊即马发动攻击，互民主党落选，安尼对因来讲较好，所以未来伊朗发动对以色列嘅攻击，以色列即马美国说服伊莫报复，无互战争有可能变较大，但是伊无报复伊朗讲即好，即马放假，我继续攻击，即个对民主党嘅选情嘅影响会继续。所以咱10月惊期有可能再发生哦。对，所以即马来讲两党其实面对一个足关键的时阵，而且对共和党来讲即马较有利，因为民主党的时代已经发生2遍战争了嘛，一个是罗西亚加乌克兰嘛，一个是以色列加哈马斯嘛，即马假使增加一场变3场，以色列加伊朗，安尼变做讲。川普就讲，你民主党即阵会当变做4年3场战争，这3场战争拢甲咱美国拢有关系。这种工厂加演呢？对，所以一般人讲实在，你要了解这中间足复杂的国际外交情势，可能无法度。这毋是一个月，也是简单的几下句话就会当了解。所以即马来讲这2位候选人拄啊好，2位拢有做过兵。其实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做过兵的无济啦。但是咧，另外一个是做 National Guard 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内，这当然嘛是足了不起。但是另外一个是做啥物咧？海军陆战的。海军陆战的，而且伊捌去过伊拉克的啦。所以咧，这种身份假使有即马中东战争继续话无一定的影响，可能1%的人一趴就好。半趴就好，老师讲我就惊的咧。这个人有经验伊可能对因的头家来讲，较有实际的经验，会当提供，互美国袂当搁继续 involve new 一个新的战争假使有1%人有这种想法，共和党可能继续拍广告是这种会当影响因为这摆差实在是足少。那我要赶快来问一下方律师刚刚我们谈的大概给您做一个小小的整理第一个是张老师认为说，尤其是 Vance 他有陆战队的背景，那么现在又因为伊朗有可能继续攻击以色列，所以对共和党来讲是一个好的时机。那么认为 Vance 有这样的背景，能够有能力解决这个战争的争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管是赖老师也好，或者汤老师也好，他们都认为其实因为现在其实非常非常的接近，所以副总统的辩论是能够影响整个全局的非常决定性的因素。您觉得呢？先谈Vance 的背景。虽然他是做10年的这个海军陆战队，但是他在陆战队的时候，他是做军事记者。所以他也没有被派到前线，也不能说他是外交或国防专家了。而且他从2022年当参议员之后他过去2年把很多 focus 他是放在国内内政问题，所以不能说他在参议院过去2年算一个外交或国防的专家，不是他的 focus， 他 focus 的确是在内政，而且他也为什么他在辩论会表现那么好？因为他常常上美国的新闻节目或者就争论节目，对，所以他这个讲话能力是非常非常强。但是他上节目的时候，大部分还是会谈内政问题了。那有关这2位候选人，其实每4年。专家都会或新闻节目都会说，哎呀，其实副手没那么重要，不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这次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选举，为什么呢？因为拜登总统他在7月底才推选，所以贺锦丽他挑选一个副手时间不多了，只有短几个礼拜之内，他要挑选一个，对不对？而且很明显，不管是川普或贺锦丽，他们挑选这两个男生当他们的副手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他们觉得这2个人有跟这个所谓的贴袖带3州有能力，就这个取票的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 Vance 他是 Ohio 来的，然后 Walz 是 Minnesota 来的，这2州也是算贴袖带。虽然 Ohio 跟 Minnesota 不是这次不算摇摆州。最
最重要的摇摆州就是 Pennsylvania、Michigan、Wisconsin 这3个贴袖州了。所以很多人认为啊，不管是 Vance 或 Walz， 因为他们是从北部贴袖带来的，他们还是会跟当地的选民有讲话的能力。这个我也是认同这个说法。所以我们要看看将来几个礼拜，因为只有剩下1个月，他们跑哪一个行程？应该大部分的时候会在贴袖带 Michigan、Pennsylvania 或 Wisconsin 这3个州。所以我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以这一次的辩论表现来看，您觉得他们对他们自己的铁锈带的这个故乡的群众们有吸引力吗？我觉得2位都有吸引力，虽然我们都认为Vance 的表现是稍微好一点，因为在这次辩论会尤其是在上半段 ，Walz 表现不好，他看起来是有点 nervous， 有点担心，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但是下半段他表现是越来越好了，所以我觉得对核心的这个基本盘都有各有它的帮助了。但是我们要看剩下的1个月怎么样。那才是重点，不是辩论会。我再多问一个哈，Walz 他甚至还 apologize， 他说我讲错了，我记错了，我口误了，我记错了。你觉得这个会有影响吗？因为我看很多Twitter 上面就开始在笑他，然后呢在揶揄他 haters 就开始在酸他，你觉得呢？他的确有说错，因为他本来说他刚好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他进入香港后进入大陆广东。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那年他是8月份才到中国去了，所以他的确有说错，而且已经很多年。他在当这个众议员的时候，他有参加很多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听证会，他都一直讲。他在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有进入中国，其实不是真的。但是到时候就是我的意思是，他投票日的时候，选民投票。或不投给谁，或不投给谁，跟这件事情是完全无关，这个不是一个重点。所以你认为这个不会是一个重点？不会。OK， 因为我看到很多在Twitter上一直笑他，那这个只是拿来做一个互相攻击的材料。这个是一个口误而已。那如果他有更多如果发现他过去有很多次的不同说谎的记录，对，那就会影响到选民。但是这个天安门事件，他几月？1989年哪一个月？入境中国对选民不重要。OK， 好，刷来我要请线顶咱罗老师。罗老师，咱头下吼，在场的3位拢有开始有讲，这伊拢对着以色列的攻击吼，可能会对着共和党的选情有所帮衬。老师，你安怎看这项代志？我会感觉讲，当然伊朗的这个攻击吼，主要是因针对进前以色列对这个咱讲伊朗所支持的真主党吼，伫黎巴嫩这个所在发动攻击，对这个所在开始吧。我会感觉讲吼，真趣味的所在是讲，因为以色列即卖领导者吼，纳坦雅胡甲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尤其是拜登甲民主党的领导权之间的关系足无好的，所以变成讲民主党要甲这个以色列总统纳坦雅胡要甲伊算讲要要求伊莫做啥物代志，我会感觉伊的迄个约束力吼，算讲无讲遐尼强。尤其是纳坦雅胡即马真侪伊所做的代志吼，应该是咧预期啦，就是讲到时也是年底即个选举结果了后，即以色列处境是安怎？也是讲民主党吼佫赢。无趁这个时阵吼，紧摕到又拿到更多的战果吼，对以色列可能来讲，伊感觉安尼这个袂好，以后迄压力会佫较悬。也是讲年底变成讲Trump 来当选总统的时阵，反倒当这个 Trump 伊甲这纳坦雅胡关系较好，所以讲对这纳坦雅胡即马伊所做的这个代志，算会佫较支持。所以讲无论讲安怎吼，伊落尾我是感觉对纳坦雅胡伊的这个做法。来，伊个计算来讲，比如讲，即马发动攻击，即马来对即个北边来，利用即个时阵吼，针对即个真主党，即个恐怖分子来进行攻击，所以讲这是对伊来讲，这是上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伊朗因为安尼，所以嘛会针对以色列，佫会发动伊即个反对点攻击，佫转来。所以我的预期是讲，这毋是干那伊朗问题，主要是以色列未要安怎做啥物款的处理。但是我感觉讲，这个法底应该是
以色列佫会发动其他的攻击，所以讲自即个伊朗甲以色列之间的即个斗争吼，即个变成讲愈来愈强。罗老师，我继续吼，就即个问题我来追问吼，因为我有咧看即个伊朗因后即个咧用迄个 Twitter 吼，就是 X 吼，顶头啊开始咧tweet到即个伊朗本身的执政党啊，开始有所吼，即个批评啦，真济吼，比进前咱看反对派出来的声音更较济吼。啊，也有一种声音咧喊讲，无的确在最近吼，这一个月当中，伊朗会出代志，敢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这种推论可能是较大胆啦吼。老师，你认为咧？当然，有个人讲，因为伊朗进前伫迄个今年较早时阵，毋是讲伊有一个空难的事件嘛？哈。结果吼，这伊朗也这进前总统这全拢死了啊。所以讲，伊即马这是一个新的总统，即个新的团队起来。啊，即个新的总统一般来讲，认为讲伊是伊朗内底算讲，毋是讲遐尼强的，较温和的领导人。所以讲，既然讲毋是遐尼强的，面对一些这所谓做法吼，内底人当然有人讲伊即个无够强的吼，所以讲伊朗才或者以色列个拍甲东倒西歪啦。啊，算讲即个以色列无家己伊朗看二间来，尤其是算讲第一届吼，即以色列直接走去伊朗的境内吼，甲即哈马斯的即个领导人甲伊杀互死嘛。啊，结果即伊朗伊的即个做法就是讲，发射飞弹一天啊就无去啊，吼。所以讲，都有人会甲伊批评讲咧，伊朗根本就是讲做一个模样吼，无真正想要做遮个代志。啊，即马第二届佫有安尼，所以讲当然有人伊朗内底有人就会批评讲，啊，像讲你伫第一届时阵，你的即个做法无介强，所以讲以色列就徛伫你的迄头壳顶吼，对你予取予求啊，有所以讲有即款的这批评出来。是老师，想要一个问题要请教吼，但是对着即马来讲，有一种讲法，讲啊，搁咧进已经开始咧投票啊，即马美国已经开始本土。有一寡州吼，5个州我所知还是5个州还是4个州，9月20就开始会当投票啊吼。这种一边投票一边竞选啊，而且佫会当去查讲，什么人已经投票啊，而且几个人投票啊，这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吗？还是讲无咯？这就是人的选举制度啊，这本来就是选举的一部分，所以因咧选举的人本身就要去计算讲，这种物件的变数是在哪里？你认为咧？我是认为讲即马吼，首先就爱了解就是讲，先投票，而且比率到底是偌济啦吼？因为像讲伫迄个4当前，因为即个算讲疫情的关系，所以变成讲伊即个算讲预先投票吼，即个数目变成不加大。造成结果就是讲，伫2010年迄当阵的迄个选举，伫开票迄天的开票，实际上是共和党的即个川普，算讲伊有赢着。但是到后来反倒当即其他的这预先投票吼，也是讲海外投票这个票开始入来的时阵，结果每一个这川普所赢的州吼，开始一个拢反去，所以造成即款的结果。啊，当然。这甲正月6号的这个算讲无要承认总统选举结果，这嘛是一个原因啦吼。所以即马来讲，就是讲即马开始，像9月20号的这个预先投票吼，到底有偌济人去参与，咱才会有一个算较精确吼，而对这个选举结果有可能造成影响。一般来讲，大家预期是讲，因为共和党选民是较意爱。投票的当天吼，走去遐投，所以真有可能是讲伫投票迄天的时阵，共和党本身会当推出的选民会较侪一点嘛。啊，但是这无表示讲民主党进前这选民就是讲这选民就是无咧投票。反倒等真有可能是讲真侪，无论讲是伫外州，还是讲去海外工作吼，还是讲这个认为讲迄天投票伊无法度投票，所以讲利用即马来投的。这个数目可能讲民主党的人嘛是袂少，但即马我会讲伫选举的这个策略内底吼，伊所影响反倒等是讲，因为过去人真侪人拢讲伫迄个美国选举有一个 October surprise，
就是讲伫要选举进前差不多1个月的时阵吼，会有啥物款的移交啦，还是讲险招吼，或者对手根本就无法度来处理吼，那会当算讲会 tip the balance， 甲即个选举结果来做一个转变。啊，即马是讲算讲进程的投票开始愈来愈侪的时阵，将有可能伫个 October 吼，伊想要做遮的即个险招要使出的进程。啊，结果遮个人已经投过票啊，所以讲迄招反倒等于无啥路用啦。所以我是感觉讲，也是即个咱讲先投票吼，即个比率较悬的时阵，可能即个 October surprise 即款的即个讲法，啊，即个效用就会它就越来越低啊。是，安尼我先来宣告哈，问就是说方律师哈，方律师，您现在还没投票？还没。是票还没到你的手上。没错，对我们海外选民一定要用这个通讯投票的方式。美国的驻外单位大使馆或美国在台协会，他们没有提供这个去那边投票的这种服务，完全是没有。部分的国家有，但是美国是没有。所以如果你是像我海外居民的话，唯一投票的方式是要等你的通讯投票到来，然后要寄回去，还要寄回去。对。哦，所以他当然要这么早就开始起跑哈。刚刚那个赖老师有提到 October surprise，你认为 there's still October surprise 有吗？可能性不大。前几天 Hillary Clinton 就是民主党2016年提名人，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共和党一定会有一个 October surprise， 就是对贺锦丽某一种攻击、人身攻击的，比如说他以前在做检察官或者做参议员做错什么或奇怪政事之类的，会拿出来人身攻击贺锦丽。那过去很多 October surprise 是针对候选人个人行为。那另外一种 October surprise 是外交方面，比如说在某一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就美国就要 involve， 这个也是某一种的 October surprise。但是我不认为以色列跟 Lebanon 不算一个 October surprise， 为什么呢？因为对很多选民这个不是那么重要的议题，所以离美国选民有一点点距离了。所以虽然这个以色列跟 Lebanon 正在升温的情况之下，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属于 October surprise。所以真正的 October surprise， 如果真的有的话，还没到。还没发生，听起来有一点点 Scooby 啊。但是方律师，我给你请教一个代志，就是讲到目前为止，你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哈，你认为你最重视什么议题？那双方有讲出来，你想要理解的这些议题吗？每一次美国总统大选最重要的议题还是经济吧，真的是经济，而且是个人经济状况，这个是选民最在乎的一个议题。那很多人认为贺锦丽他公开发言的时候，他只有讲一个大概的方向，没有具体的讲它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他公开说已经很多次，他说 opportunity economy， 机会的经济，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大家还是不了解。那另外，川普他常常说，我第一个任期经济那么好，发展很快，然后失业率很低，股市很好，通膨也没有。所以，川普他经济政策大概是他在第一个任期会延续，他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会加上关税，对，这是他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些听起来都好像没有很具体。So where's the beef？ 这个问得很好，真的是只有将来几个礼拜才能讲清楚。但是好像他们两位贺锦丽跟川普已经有他们固定的说法，所以我认为他们在将来1个月不会讲的那么细。如果不讲那么细，那选民要靠什么东西来投票呢？所以问题来了，很多选民已经决定了，所以这个 undecided 选民不多，越来越少。对，因为很多选民认为，好，我大概知道川普的说法，我大概知道贺锦丽的说法，所以从现在为止剩下1个月吧，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认为 undecided 是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在图表上面看到的这什么 Michigan
Pennsylvania、Wisconsin 这些本来我们看起来会摇摆的，已经不太摇摆了吗？不太摇摆的就是吴伯波的情况，对不对？每次民调都显示一个候选人49，另外一个48，都是非常 close， 对不对？这个所以到时候然后投票日的时候，这个不会有变化。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谁在 Pennsylvania 胜选，或谁在 Michigan、Wisconsin 胜选，就是几万票而已就胜选。不是20万、30万票胜选，是几万票才胜选。所以有一种说法，我不晓得你认不认同，可能也要请在场2位来回答，就是他们甚至这个是非常内部的人来告诉我，是说可能到最后是某一个候选人他的普选是赢的，但是他选举人团输了。不排除有这个情况，因为好像我们可以把握的说，普选全国的普选。应该是贺锦丽会票会比较多，对，因为比如说有 New York City 票那么多都会给他了 ，Los Angeles 洛杉矶票那么多会给他了，所以如果看全国的这个普选，贺锦丽一定会领先。OK， 所以你觉得这个选举制度 OK 吗？哎，这个不应该问，为什么呢？因为不会改变。真的不会，将来多久的时间不会改变，因为在美国修宪是非常，但是 American citizen 修宪是非常大的工程，几乎不能再修宪，因为真的很难，尤其是美国在这个激烈的分化，就是共和党、民主党、进步派跟保守派的这个激烈的分化情况之下，修宪我恐怕是做不到，所以这个选举人的制度可能是永远会有。OK， 我请宣告姜老师你安怎看？当然啦，因为这个修宪是足困难嘛，而且对足侪州来讲对有利啊，伊当然无可能赞成修甲对伊不利嘛。所以我看这个未来吼，这种的制度继续应该是必然的啦。其实搞变选举吼，为布希以来到即马来讲，民主党赢全国的普选票拢是数雄的代志嘛。共和党赢2遍嘛，民主党赢7遍嘛，但是尾啊结果是5-4啊，共和党赢4遍，民主党赢5遍嘛，所以这完全就是伊咧选举的制度，即马来讲对共和党是有利嘛，共和党当然无可能赞成爱修改。即马重点是未来1个月吼，我足赞成吼，可能提一项物件吼，就是对这个民主党不利不管是伊即马执政的总统还是副总统不利。改变少数一部分人的印象，然后就互川普赢这遍选举。这个我看，这个影响一定有。战争无可能大影响，但是因为即马差足少，所以咧影响一点人就够。像头早彭律师讲，在经济上方面其实拢无讲到迄个细节着，变做讲大家其实是凭家己的印象来投票。因为我感觉经济其实共和党讲上严重的经济问题，我个人的观察是一个是非法移民嘛，一个是边界的问题嘛。但是咧，非法移民上侪州其实拢支持民主党啊，纽约甲加利福尼亚，所以真正是咧中西部的州，我讲实在是足支持共和党的。但是因为这些所在，我看这个非法移民的代志，唔是对这州唔是重要，唔是讲介重要，唔是介重要，所以这种选举个人的印象。意识形态其实非常重要。我感觉个人经验讲，哇，看到一个非法移民伫阮兜外口伫食猫食狗，这种少啦。真正我看足济的大都市非法移民足济，但是大都市一般来讲支持民主党的较济。所以足济议题其实台湾嘛共款，拢是制作出来。制作就是。互选民感觉讲，咱有这种议题，而且这种议题问题，台湾嘛共款啊，所以咧，大家都去支持一个无一定影响伊本人，甚至于无一定影响社会的这个议题。这边我看顶边选举，这边选举这拢有影响。所以咧，既然是选民受到这种互制作出来议题影响大话就是亲像这个律师头拄我讲的。放一个 scandal， 放一个这个问题，亲像顶边选举，应该讲是2016年，讲迄个类这个
这个 email 受到什么影响哦，所以一部分选民就相信讲，伊可能受到罗西亚支持，结果伊就无赢。尾啊，虽然证实至少司法证实伊无即种代志，选举已经过去啊。所以我看即边哦，是毋是尾啊10月剩一个月会当发生什么大代志吼？而且种大代志是足八卦的，毋是真正正式的 personal。对，我看实在是咱爱较注意。是，但是同一点他对张老师的回答啊，甚至彭律师所讲的，第一，美国的选民真重视的就是经济议题，不过两边的这个选举人候选人拢无讲到这个经济要安怎赢，要的细节啊。但是张老师佫讲，其实是 ideology oriented 的成分是真大。啊，这毋是一种矛盾吗？美国的选民一般真重视经济，还是讲无？我就是重视我的印象，就是我的生活好啊歹。至到讲你要安怎来做这个复兴，对我来讲无重要啊。恁共和党安怎讲，啊，民主党安怎讲，我有搭着我的心较重要。你讲安尼我是想讲即马就是讲。即个贺锦丽伊敢若无啥物物件啦，互人的感觉是讲我讲甲天花乱坠啊，剩的呢，差不多你讲的无比无牛肉啊，川普咧，川普以前是外向的呢，以前咧讲我即马选输美国的老伙，美国后摆无选举啊，这啥物意思？所以讲，伊是讲，即马美国可能两边的选民对抗的即个意识搁真强。即两摆的即个辩论阮是看袂出来。伊讲伊拢咧降价啊，嘿啊，看袂出来。真实是安怎？是正经的，伊两边的即个对抗做作用的，拜登总统差不多一个月以前伊落来了后伊无选了后，伊讲啥？伊讲川普讲的话is serious。所以讲，头头我讲的你告诉讲川普选输伊美国会出代志。拜登过来讲，伊讲的是正确。这啥物意思？拜登会使卖讲啊？伊讲这要创啥？要甲选民警告讲你选互伊安尼袂使，安尼美国安尼美国会乱哦。这个才是我真正担心的所在啊。这是讲伊唔管你要讲什么经济什么堕胎什么议题，迄个拢真重要。唔讲上重要的代志是讲两边的这个对抗激烈。也搁有呢，这个美国的这些选举也没有像无参像咱台湾安尼啦，算到安尼这个很精确，就讲这个很谨慎伊说青青菜菜，就是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啦。比如你可以我提前选举，我提前投票，也把你这些结果呢，把你公开。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讲真侪人也未投咧，你赶紧来投。这个就会当影响到也未投票的人对不？就是讲这个制度真正讲真侪迄缺陷这就是美国。这就是美国要不然的话，你选你要修宪嘛无可能啊。就是讲我就讲这个大概7分努力3分运气啊。我老想要一个问题，想要来请教彭律师说 ，American Great Again， 好小等咧。我要请线顶的这个罗老师想要一个问题，罗老师，这一次的选举他都系真侪专家学者先进来讲，这摆选举Trump 的表现较无激烈，看起来较闭手。是为着这选举的策略，还是讲真正伊会惊着讲
我若是无选得掉吼，我即个后续的即个官司会甜的，我一世人可能会无法度脱身。老师，你安怎认为？我是讲创即届即个表现吼，我是讲比伊差不多伫即个2012年啊，甲2020年，算讲搁较激烈的，这是我个人一个感觉吼。毋是讲伊反倒等表现较无安怎，因为咱是感觉讲创伊无论讲是伫辩论的时阵，针对拜登，也是讲针对贺锦丽吼，算讲伊的即个对个人的攻击非常非常的强。也是讲在过去的时阵，当然伊对无论讲是 Hillary， 也是讲对拜登吼，伊是甲人笑尔啦。但即届我是感觉讲，伫即个攻击的即个所在用的力道非常的强。当然，即甲川普个人的即个风格吼，即届有一点仔关系。但是我感觉讲，即届即个选举另外一个所在是讲，川普因为伊即届的即个想法是讲。伊是一直认为讲，伫迄个2020年迄届选举吼，因为无论讲是啥物款理由，伊讲迄应该是个选举结果，互人退去啦，吼。所以我会讲，伊到今仔日即马吼，犹原是对即个1月6号，也是讲迄当的选举，犹原是愤愤不平，吼，有那种算讲感觉讲，这明明是应该是我赢，选举结果互人退去。所以讲，即届伊的即个真侪motivation， 也是讲。伊所讲话拢是要算讲来证明讲即届我要甲迄当阵，互人甲我无正当手段摕去的选举，我即摆要摕倒转来。个人来讲，我是敢有即款的即个想法。至于讲吼，伊的即个政策来看的时阵，我是无看到伊即届讲的甲算讲4当前哦，伊所讲有啥物款的差别？老师，我对问一个问题吼，就是讲这会当讲 Trump 会讲甲这个选举害我，选民敢会by his words， 会去接受伊这种讲法来投伊的票，甚至会变做胜出的关键的理由。我会感觉讲无一定咧，因为即马选民主要是咧看讲，到底你会当对我会当做啥物代志吼？当然我会感觉最趣味的所在是讲，民主党即届吼，尤其是贺锦丽的选举策略嘛，是讲，共和党甲即个选举定位讲，这是川普个人的一个选举，这民主党嘛搞定位这是即个川普个人的一个选举，所以讲是民主党是要动员选民对这川普个人的即个看印象啦，讨厌川普，所以讲互迄个贺锦丽来赢。即个共和党，尤其川普个人是讲要献互伊一个公道啦，另外就是讲即个拜登就是做了歹嘛，所以讲而家川普即个人才有法度转来，所以讲即届选举反倒转，无论讲是啥物款的人吼，还是讲即两个党共同的结果就是把迄川普个人因素算讲推得非常非常的高啦，杀到非常非常的悬，结果所有注意力都是川普即个人的身躯顶。我是感觉讲，即届选举差不多都是川普个人一个选举啦。咱讲成也川普吼，败也川普，我是感觉这应该就是安尼。我唔知方律师，您接受这样的想法吗？就这次的选举，成也川普，败也川普，就是说所有的竞选，不管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他的选举的主轴似乎都绕着 Trump 在走。那 Trump 本身自己说，我要把我的选举拿回来。上一次我输了，大家要还我一个公道。那么民主党也认为说，我们大家一起讨厌这个人，这个人很危险，我们要赶快，不能让他选上。所以成也川普，败也川普，你觉得呢？川普有一个优势，他知道怎么把自己当成新闻或国家对话 （national conversation） 的重点。他这方面是很厉害，因为我也是纽约市来的啊，从7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川普一直是公众人物，虽然他是做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但是他一直以来都是公众人物啊，不管哪一方面。后来他也是主持电视节目，所以怎么利用媒体，他非常非常厉害了。所以他也知道这次选举跟2020年或2016年都是一样的。focus 都是在川普本人，
不一定是在政治方面，不一定是在他政治方面或贺锦丽的政治方面，焦点都放在川普这个人要不要他回来执政。那我们知道，几乎1/2的美国选民是支持他回来执政，这也是事实，对不对？那要看这个选举人的制度啊，后来摇摆州怎么投，所以这个某个程度上是一个 referendum on Trump。我们是对这个人的一个公投，对，我们不是针对民主党政策或共和党政策的一个选举，是对这个人的一个公投。哇，这个讲法这真趣味哦，张老师你安怎认为？川普这本来做过总统，过来登来选，这本来就是历史上足少的嘛，所以变做话题是一定。第二咧，就是伊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都甲美国传统的看法拢无共。以前对国际政治对这个其他国家伊表现到甲所有的传统的政治人物，不管共和党啊、民主党拢无共。所以咧，对咱台湾来讲，其实最重要就是假使川普登来以后唔是伊本人赢，是支持伊这种人的民意伫美国变多数。所以咧，台湾实在爱注意这种代志。就是美国两种啦，一种就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甲自由。这个对价值、对道德的重视，另外一种就是个人，我美国过咱家己代志就好。川普就是后壁这种人的代表，所以咧，川普赢其实就是代表美国感觉咱过咱家己生活、家己的代志，莫过其他国家战争的这种人变较侪。所以川普就讲台湾伊在国防的这个值要提高到 GDP 10%，伊唔是真正。公生球呢，伊是真正安尼想，而且伊嘛真正代表美国一部分人认为，讲每一个国家家己顾家己就好啊。至少是家己爱负担顾家己的大部分责任嘛。所以这种人假使起来，唔是一般人起来尔，伊是这种社会规个转到一边。所以对咱台湾来讲，关心伊这两位到底什么人赢，其实是关心美国未来是行倒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对咱台湾来讲，可能比对其他国家来讲更加重要。更加重要，但是张老师某种讲法就是，川边啊对着中国事务的人，比如讲Pompeo，还是讲甚至5月份才写一篇文章的这个这个，因的讲法其实对台湾还佫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这个 supporting。不管伊是什么理由。对台湾来讲，咱要安怎来看待 Trump 呢 ？Trump 是一个民粹主义的一个代表啦，即马呢，美国甲澳洲是个民粹主义盛嚣尘上，这是一个阮必须爱注意的所在民粹主义产生的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讲你本来的传统的这个政治人物，你代志无做好啦，无做好才会当出来一个，甲以前的人拢无共款的，这款的人才会出来。这是一个逻辑嘛，这是一个逻辑。即马呢，对台湾呢，那这是一个真新的经验啦。我讲，伊川普一直讲。你家己顾家己，阮美国顾美国你台湾也什么国，你家己顾家己，伊就是这款的，这款的做法，这款的做法呢，你阮就爱先爱准备。